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永无止境地实施抓捕行动。今年3月底，著名哈萨克歌唱家沃坦别克·恩斯科汗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首府乌鲁木齐家中被捕。据可靠人士称，沃坦别克·恩斯科汗今年3月还在哈萨克斯坦登台演出，返回新疆后被抓捕。另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畜牧厅几位哈萨克官员近期突遭当局软禁，曾出国前往哈萨克斯坦旅游人员也被抓捕入狱。5月8日，曾被认为是习近平潜在接班人的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涉嫌受贿案一审判决，其贪污金额高达1.7亿人民币和2600万美元的贿赂，被判处无期徒刑。东突厥斯坦非政府组织协会、教育协会平台成员及东突厥斯坦新一代运动组织代表比拉里·阿尔多安和穆斯塔法·卡拉塔西向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介绍了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最新状况。5月8日，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国际社会与伊朗签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并采取措施恢复对伊朗实施制裁，公然不理其盟友有关坚守该协议的呼吁。一名欧洲外交官表示：“我们尚不完全明白，也无法解释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5月8日，亚美尼亚国民议会投票选举，反对党领导人尼卡尔·帕尼西扬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优步的一辆自动驾驶车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撞上一名正在过马路的女子，并导致其死亡。自动驾驶车辆设置的物体识别功能软件在64公里处行驶时，作为一个它可以忽略的对象，其并不会停止驾驶。